南投仁爱乡一个小食摊的头家料理翅龟，甲翅龟煮汤，佮做成沙西米，邀请附近8个亲友做伙来食。想袂到8个人啉汤了后，头戆、喙麻、骹手无力中毒。头家是食沙西米，昏迷死亡。警方对这个翅龟的来源是头家带伫个家人的一个朋友寄来予伊的。卫生局讲，依照着食安法，翅龟这种有毒的食品，袂使伫制造、加工，或者是当做竞品来送人。违法者，上悬是会当罚款到2亿，甚至会互判刑，抓起来关。食到一半翅龟肉汤，互1个人死去，8个人受伤。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日暗时夜，南投仁爱乡朴望巷的一间点心摊，死亡的就是点心摊头家。另外8个人是住伫咧附近的亲戚朋友。翅龟是为倒位落血，当地卫生局会调查。死者的邻居朋友表示那个河豚的来源是由他的基隆的一位友人寄送给他来仁爱乡来做一个料理。看到他有朋友寄的那一箱河豚，还有3只还是2只，有河豚的肚子好像是已经有点胀胀的。到晚上的时候，我过去的时候，我就过去，因为他叫我去吃一下。我是想说我不敢吃生鱼片。警察伫咧点心摊找了送货单，经过单顶寄货资料，联络到头家住伫咧家人的朋友。警察讲，迄个家人的朋友是钓鱼仔的人，点心摊头家当期家买鱼仔，若是有钓到好食的鱼仔，就会寄互头家。进前冇寄过翅龟。那一锅汤已经吃差不多了，然后生鱼片是剩下2-3片这样子而已。对，然后我就说我要回去睡觉了，然后希望你们不要听到，让我隔天听到偶一就好了。结果隔天早上又听到救护车。这个死者朋友因为唔敢食沙西米，才无中毒。不过发生中毒的事件，想到就感觉恐怖。晚上我就看他们说他们的精神很好啊，就是观察好，没事就回来了。若啉翅龟汤无食饱中毒的8个朋友已经烧刷出院。卫生局强调，依照食安法，翅龟这类有毒或者是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袂当制造加工，或者是送行。若无会罚6班到2亿，若严重会经休困含停业，佫会罚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8000万以下罚金。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